昔日宅男女神小茉莉、陈雨希，因有32好身材和甜美脸蛋，在演艺圈小有名气，一出道就备受瞩目。不料4年前，她和前男友在医美诊所激战的咸吃影片曝光，清纯形象破灭，渐渐淡出荧光幕。近日有网友想起小茉莉怎么不见了，她的近况也随之曝光。小茉莉前男友为国内知名医美诊所店长，2014年该诊所发现有侵占财物嫌疑，本想调阅监视器揪内鬼，没想到却惊见小茉莉和店长在大厅上演活春宫。当时小茉莉跨坐在店长身上，娇喊：“我要强 X 你，你给我坐好！”激情指数爆表。咸湿影片流出后，小茉莉清纯女神形象全毁，还为此召开记者会落泪道歉，强调当时她还没有出道，且两人已经分手，对方也已结婚，对于造成对方家庭困扰感到抱歉。不过该事件后，小茉莉就渐渐淡出演艺圈，日趋低调，几乎在艺能界没了消息。事发2年后才在拍写真出集，慢慢恢复用脸书和粉丝互动。不过消失荧光幕的小茉莉，这些年都在做什么呢？有网友关心起她的近况，才知道小茉莉其实没有消失，只是事业重心改变。近年她从综艺圈转战到戏剧圈发展，去年还和张睿家有亲密床戏。她坦诚心情还是会受到影响，不过仍在演艺圈默默打拼。最近不止和网络平台合作迷你剧，本周末还要到台北国际电玩展和粉丝互动。重拾宅男女神身份，让喜爱她的粉丝感动喊又能常常看到你了。